简直……为什么？比赛那天，我上台给选手们颁奖的时候，你拿着我的手机打了2个5连绝世。不是说不给我送礼物吗？怎么又送了？因为不是陪着你打的，我以为不算。因为这个，不是，因为你怎么知道我手机密码的？无意中看到的。你一共打了2局，就拿了2个5连，我的段位也没那么低啊。进去以后跟队友说，竞技给我，单飞。第2局有个人说，凭什么呀？我说，女朋友看着，兄弟，帮个忙。你这样说话一点都不像你。我现在也不像我。我们可不可以不说游戏了？那说什么？这代表你答应我了吗？我记得那个时候我还问过你其他问题。对，还有火星移民。你要继续写。好，但是不用熬夜，我也不着急。好。电梯挤死了，还不如走楼梯呢。居然在安全楼梯里约会，感觉有故事。你难道不帅啊？人家有女朋友，看看人家女朋友多瘦啊，肯定也漂亮。哎，过完年减肥。很帅嘛，于老师。跟你在一起，安全楼梯都不安全。那你要早点习惯。早就习惯了。我们换个地方办。去哪儿？到处都是人。有个地方，肯定没人。